我们提了总共有10个案，我们昨天我就去寄到总统府，所以让大家知道一下昨天我们讨论跟有关亚裔的案子，全台湾都在关注的事情，矿前展业的事情。第二个是我们原住民的族语的老师一定要增加，第三个是族语要落实要列入段考，正式现在因为族语变成国家的语言。国家言那当然变成需要段考，大家才会真正的积极去重视。还有一个有关土地的问题那其实我们在总统府里面的开的会议总统非常的重视我们开完会马上就移转到各区去处理。那有的是因为经过很多年的时间，没有办法一下子处理，所以呢，我们每次去开会都会把我们执行的情形都跟我们报告。下个礼拜我们要去开会，那28号要去开会，这是第4次的会议。这一次我们开的这个是原住民自治法的一个会议那这个自治法为什么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开会？因为总统他在竞选期间就已经宣誓对我们原住民也好，对台湾也好，除了要向原住民道歉之外，过去的历史不正义道歉之外，还要积极性的要让原住民成立自治，他是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宣示，所以呢，他在总统府我们开会的时候，他就请学者专家来说明，从国内外的自治怎么去推动所以这个有这样的一个宣示跟做法，所以我们现在呢，在上一次的这个前朝他们在推动自治的时候没有成功，他把这些旧的法再拿进来，再加上呢，总统非常希望再回到部落里面，特别交办原民会主委、移教主委，再回到部落里面，再听取原住民的意见，每一个部落都要到每一个地方都要到所以呢，希望能够真正的广纳我们族人的意见，由下而上，把这个意见呢带到原民会，带到总统府。总统要知道我们的想法，然后再重新再制定新的符合我们原住民的我们想要的原住民自治，而不是国家要给我们的自治，是我们原住民想要的自治，这是总统特别重视的那所以我们今天才召开这个会议第一个原因就是原住民内部的共识，原住民族内部的共识。每一次的法案在立法院里头吵得最凶的就是原住民有自己的立委，那么自己的立法委员对自治法有不同的意见，一直无法整合，就变成法案卡关的关键。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执政党的意识跟主观要不要让它过，因为其实不管是哪一个政党，其实都有机会完全执政上一次是蓝军完全执政，这一次是绿军完全执政。那能不能过，其实就是执政党的主观意识，就是这2个原因。至于刚刚我们秘书讲得非常好，我们怎么变成一个论述，让所有的德鲁古的部落都清楚？为什么我们推了好几年，甚至10年？很多的像我刚刚金毛在表的，我们还是一样很迷惑什么？我们就要从这个哈伯马斯批判理论的那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那哈伯马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叫做知识构成意义论。我们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知识？是因为这个知识会构成我们的利益，可以给我们一些相关的这种，不管是在基本需求或者未来的这个自我实现上有一个很好的。那如果我们现在把这样的自治角度来看，就变成自治构成利益论。因为自治让我们所有的德鲁古或者原住民拥有这样很好的一个前景，或者是目前我们现在生活有一些获得改善。所以我要问的问题是，因为它是一个反向思考，自治区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乡公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自治区可以解决吗？因为现在乡公所算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自治组织了。万荣乡的乡长一定是我们德鲁古的。万荣乡的，那不管那秀林乡也是一样，所以基本上的现在的乡镇公所，基本上它就是一个非常小的自治区政府的形态。那现在我们要变成自治政府，好，我们要联合万荣乡跟卓溪乡，
那我要问是，到底他解决什么问题？所以现在很多的老百姓不知道自治区到底在解决万荣乡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秀林乡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还是我们德鲁库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所以这个命题要很重要。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从哈伯马斯的角度来看，第一个我们先命题一下，到底我们自治自区成立之后，会解决一些现在乡镇公所甚至现在中央政府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反而是对我们有帮助的。我想这是第一个，这个称为批判定理的形成，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个命题出来。我们泰鲁格族先成立，由下而上。我们由下而上先成立泰鲁格族足球民主议会，民主议会，先从这个议会开始，把这些秀林跟万荣或是卓溪的这几个人先把它召集起来，由他们来做。我们在培训这些人才，然后呢就往下扎根。我想由这个为中间的基础。如果一直没有做的话，一直说讲自治，不知道到民国几年了。我从当校长，我已经听了好久，我也参加了很多场，但是每次去带走充满了信心啊，回来是心灰意冷，我觉得很难过啊。但是我们小小的一个职位，可能没有办法提供更好的这个处理方式。我也希望说，是不是能够来做这样的一个推动。第三个呢，我要提的是，如果到部落去宣导，应该用很简单的，用针对自治法跟对我们自己泰鲁格族这个区域的区块来做说明，不要牵扯太多，因为你牵扯太多，因为我们一直讲有3钱嘛，一个是土地钱，一个是财政钱，一个是人事钱，我们都没有。在这没有的状况之下，我们要一直提的话，他们都搞不清楚。这也是原民会在98年还是97年的联席会也专门针对这3个钱无法解决的问题。在无法解决，你一直在提这个的话，根本没有用。而我们现在一直在往上说，成立自治法，自治法，我当然是非常乐意其见了，希望能够很快。问题卡在这里，就没有办法推。如果说能够推出，实质上先推出一个泰鲁格族，用泰鲁格族嘛我们发现一些泰鲁格族民主议会，因为民主议会大概在全国大概好像是只有4个，是吧？包含赛德克族啦，还有哪里啊？屏东的了几个一共有4个民主议会，是不是有4个？我记得是4个。然后我们先再推出这个，然后我们用这个力量来整个再继续推，我想这样力量会比较大一点。以上谢谢。当然这个议题，当然这个就这个议题，当然不是10几年，不是几年之内就会完成，搞不好还要经过几10年努力。我想在这边勉励各位，大家一起努力，我们在会可以看得到成果，应该是可以看得到我想我们这个蔡政府对原住民非常的重视了那所以说针对这个部分，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我们这些我们代表委员还有我们刘长官，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为我们的这个民族自觉努力谢谢。